各位，又係歷史原來好過癮呢個專欄。嗱，同大家好耐冇見啦吓。今日同大家咧要講一個古仔，就係歷史上最大嘅悲劇英雄袁崇煥。嗱，呢個人物唔知大家熟唔熟悉啊？咁要講呢個人咧，其實要由抗戰開始講起嘅。1937年日軍進攻上海咧，19路軍嘅廣東兵團咧負責死守。當時佢作戰嘅時候咧，佢哋一齊聲吶喊6個字嚟激勵士氣嘅。呢6個字就係屌喇媽頂硬上，嗌咗呢6個字就信心百倍。結果日軍喺呢一場戰役裏邊咧死傷極之慘烈啊！呢場仗咧就係歷史上有名嘅淞滬會戰。但係其實呢句說話係抄袁崇煥嘅。當日袁崇煥打清兵衝鋒陷陣嘅時候咧，就嗌呢6個字。佢係東莞人嚟噶嘛？呢6個字佢真係非常之熟悉。咁而成班兵團又屌喇媽頂硬上，又真係有啲神效嘅。每次咧都打到清兵要撤退。以後提起袁崇煥咧，清兵就淆底噶啦。要等到好多年吳三桂出現，佢哋先打到入關。一句粗口講到名垂青史咧，袁崇煥可以話係古今中外嘅第一人嚟嘅。嗱，要講袁崇煥呢個人咧，有2件事係一定要講嘅。除咗屌喇媽呢句魔咒之外咧，就係袁崇煥佢嘅下場係點樣樣。袁崇煥嘅下場係好慘嘅，佢為明朝守住個邊關，崇禎皇帝咧唔該都冇句，仲懷疑佢通敵賣國，將佢凌遲處死。臨刑嘅時候，啲老百姓衝過嚟褫佢啲肉嚟食，因為佢哋以為袁崇煥咧係漢奸嚟噶嘛。咁負責行刑嗰條友咧，索性就將袁崇煥身上嘅肉一忽忽咁割落嚟賣俾人，生意竟然非常之好喎。袁崇煥都唔使等到割3000刀咧，就已經血肉模糊咁死咗。一個民族英雄咁嘅死法，喂，真係冇人估到嘅。咁究竟袁崇煥點解會行上呢條路？佢死得仲慘過岳飛，佢究竟做錯咗乜嘢呢？我哋從頭睇佢個人生。袁崇煥起初只係一個縣官嚟嘅啫，佢份人呢個性格就係中意吹水，特別中意講兵法。佢遇到啲喺邊疆打仗翻嚟嘅老兵呢，就仔細咧打聽佢邊疆嘅情況，跟住咧就講咗好多偉論出嚟啊！咁原來做人吹得呢係好着數嘅。當時有個做御史嘅官聽到佢有咁多想法，而且呢啲想法呢都幾有料到嘅。佢就向朝廷咧推薦袁崇煥，於是袁崇煥呢就由一個普通嘅縣官升咗去做兵部主事。嗱，升得快過直升機。所謂兵部就係國防部，兵部主事冇實權，主要負責度橋，啱晒佢。呢個時候滿洲人向明朝進攻，遼東嘅瀋陽、遼陽、廣寧呢3個城市好快就俾滿洲人攻陷咗。明朝軍隊咧同滿洲人咧係冇得打嘅。滿洲人自細咧佢就受磨練，因為佢哋啲地方咧係凍到抽筋，佢哋慣咗刻苦，而且佢哋係游牧民族，慣咗騎馬射箭。明朝軍隊邊係佢哋手腳啊？消息傳到去北京，成個朝廷咧都恐慌起上嚟，唔知點算好。咁喺呢個時候咧，其實國防部咧就要開工噶嘛。但係呢個時候啊，兵部主事袁崇煥咧突然間失咗蹤，好多日冇翻工。大家以為袁崇煥因為壓力太大已經唔撈啦，點知過咗一排佢死翻嚟。佢話咩呢？佢話佢呢排秘密去咗山海關去視察形勢，而家佢已經諗到守山海關嘅方法，只要俾到兵馬同埋糧餉佢一個人就可以守關咁話。袁崇煥咁講，大家都覺得佢好癲。當時滿清人好強嘅，佢哋咁犀利呢，除咗由於精於騎射之外呢，佢哋仲有一種非常殘酷嘅紀律。嗱，佢哋打仗呢要同生共死嘅。如果帶兵嗰個死咗而啲手下冇死呢，啲手下就要全部處斬。如果啲手下死晒而帶兵嗰個冇死呢，帶兵呢條友呢就要處斬。咁比起上嚟，明朝嘅軍隊只不過係少爺兵嚟啫，邊有得打？所以當時咧，滿朝文武百官都騰晒雞，六神無主。
而家有條友話佢一條友可以守關，就唯有信佢。於是咧就派咗袁崇煥去守山海關。袁崇煥發夢都想上前線做縣官，對佢嚟講係搞笑嘅啫。而家上前線正正係佢大展身手嘅機會。但係袁崇煥去到山海關即刻面臨一個難題啦，就係山海關冇外圍陣地，即係話清兵嚟進攻，一攻就可以攻到山海關門口。如果守唔住，清兵就可以直接入關。而山海關呢係防守京師嘅第一要塞嚟噶嘛，因為山海關距離北京咧好近嘅啫。咁清兵一入關呢就攻到嚟京師，分分鐘咧就好似當年靖康之恥咁，連個皇帝都俾人擄埋，的確好危險。所以袁崇煥就提出一樣嘢，就係將防線移出山海關外邊嚟，作為防禦山海關嘅第一道屏障。佢將呢個理念向上司王在進提出。王在進係一個咧冇膽匪類嚟嘅，佢係一個文弱書生嚟嘅啫。佢覺得袁崇煥講得啱，但係佢又覺得條防線如果離山海關好遠就太危險。於是佢主張咧將條防線咧推出8里嘅距離，距離山海關8里有個地方叫做8里鋪，守住8里鋪作為第一道防線就得。但係袁崇煥就話咁唔 work 嘅，守8里基本上起唔到乜嘢作用。王在進於是問袁崇煥，守8里唔得，要守幾多里先至得啊？袁崇煥話最好喺寧遠呢個城市作為第一道防線。原來山海關外邊咧仲有一座寧遠城係未俾清兵攻陷嘅。呢座城咧距離山海關200里，嗱200里同8里真係有好大分別。如果喺寧遠建築第一道防線呢，就對山海關起到一種保護嘅作用。咁王在進梗係唔 buy 啦，呢兩個人就為咗呢件事面咗咗。咁袁崇煥呢，佢係嗰種絕對唔妥協嘅脾氣，佢係冇情講嘅，唔得就唔得，即係話一開始佢就已經同上司反咗面。不過冇幾耐，袁崇煥呢就遇到佢人生之中最大嘅貴人。呢個係邊個呢？嗱，話說寧遠城附近有一個小鎮叫做13山。13山咧有10幾萬老百姓咧，而家俾清兵圍住出唔到嚟。咁呢10幾萬人，除咗老人同婦孺咧，至少有4-5萬人係年青力壯嘅壯丁。嗱，呢啲壯丁咧就係滿清人嘅資產嚟噃。滿清咧係行奴隸制度噶嘛，奴隸可以買賣，每個漢族壯丁咧可以賣到18兩銀子，或者換到咧一隻耕牛。13山有幾萬壯丁，嗱，條數真係好襟計。但係明朝朝廷咧冇放棄呢個地方，佢就派咗一個人嚟救人。呢個人就係袁崇煥嘅貴人大學士孫承宗。孫承宗嚟到山海關呢，就同王在進、袁崇煥開咗個會。袁崇煥又提出帶5000兵咧入寧遠駐守嚟聲援13山，另外派一隊勇士咧就去13山救人。呢個動議，膽小怕事嘅王在進自然唔同意。咁係佢話事噶嘛？咁結果13山嘅難民呢，全部俾滿清人俘虜咗，渣都冇得剩。呢件事就令到孫承宗好嬲，佢即刻走去督灰啊，就上書朝廷要求炒啊王在進。皇帝嘅詔書好快寄到嚟，裏邊有便宜行事呢4個字。所謂便宜行事，即係叫孫承宗你點做都得，就係咁。王在進執包袱走人，最多補翻2個月俾佢咯，做咩啫？孫承宗又代替咗王在進做遼東主帥，佢採納袁崇煥嘅建議，派袁崇煥帶兵去寧遠駐守，做山海關嘅第一道防線。嗱，呢次咧係袁崇煥第一次帶兵啊！袁崇煥去到寧遠，第一件事做咩呢？就係起城牆。佢同啲將士同甘共苦，將士起城牆，佢又去起埋一份。啲老百姓亦都嚟幫手。寧遠呢個地方咧，一向係得好少兵駐守嘅啫。啲老百姓咧就擔驚受怕。而家袁崇煥咧就俾咗希望佢哋啊嘛，就個個嚟幫手做裝修佬。呢面城牆啊，好犀利嘅，係高10尺，厚3丈，係袁崇煥一世人事業嘅基礎嚟嘅。
咁呢面牆係足足將滿清擋住咗喺關外21年。如果唔係後來吳三桂帶清兵入關呢，滿清可能永遠都俾呢面牆擋住入唔到嚟。寧遠城呢，將明朝嘅國防前線向北推前咗200里。同時袁崇煥同孫成章呢都係個性進取嘅人嚟嘅，佢哋唔甘心淨係縮喺城牆後邊防守，於是佢哋開始出擊。呢兩個擅長兵法嘅人呢，合作，擦出咗火花。滿清人向來食硬明朝軍隊噶嘛，從來都冇見過咁打得嘅漢族人軍隊嘅，咁啊唔夠打，唯有撤退。明朝嘅防線呢，又向北推前咗200里，即係話山海關已經有咗400里嘅國土做防線。清兵唔敢再嚟，就咁換取咗4年嘅和平。可惜呢個時候朝廷有人玩嘢，呢個人呢，就係權傾天下、隻手遮天嘅大太監魏忠賢。呢個時候皇帝已經俾魏忠賢挾持咗噶啦，朝廷嘅事呢，就全部由魏忠賢話事嘅。咁文武百官呢，都俾錢賄賂佢。當時大家呢，甚至幫魏忠賢建立一個生祠。咩叫生祠呢？就係祠堂。祠堂供奉死人噶嘛，本來。但係為咗表示對魏忠賢嘅崇拜呢，大家竟然為魏忠賢建立咗一個祠堂嚟供奉佢。由於人未死，所以叫做生祠。咁袁崇煥呢，為咗顧全大局呢，佢都有為魏忠賢做生祠嘅，即係話袁崇煥呢都有啲彈性嘅佢個人。但係孫承宗就完全唔賣賬啦，佢帶兵10幾萬，手頭嘅糧餉好多，揸住好多錢。魏忠賢本來預佢攞啲錢嚟賄賂自己噶嘛，但係佢冇咁做。魏忠賢把鬼火，就索性將孫承宗調走，就另外揾咗個心腹去代替孫承宗做遼東經略。呢個調動對袁崇煥嚟講係災難性嘅。嗱，呢個人叫高帝，係一個擅長吹牛拍馬屁嘅廢柴。佢上任嘅第一件事呢，竟然就係撤銷關外嘅守軍。佢認為守關外400里係多餘嘅，而且太冒險。佢要將部隊咧全部撤退翻入山海關裏邊。話袁崇煥俾佢激到嘔血咁滯，佢咁辛苦先經營咗一道400里嘅防線。當時清兵又冇嚟進攻，做乜嘢要撤退啊？係咪黐線噶？邊有啲咁戇居嘅戰術啊？袁崇煥就堅決拒絕指揮呢個行動，佢企硬啊，絕對唔接受。咁人係欺善怕惡嘅，高帝見到袁崇煥想殺人咁款，就唔夠膽炒佢。不過袁崇煥啲手下就唔敢堅持啦，唯有依照高帝嘅命令喺關外6個據點撤兵。更戇居嘅係呢次行動放棄咗10幾萬石嘅糧食，撤退又冇秩序，人同車馬爭路，就害死咗好多平民。咁更大鑊嘅係咩呢？更大鑊嘅就係滿清呢個時候睇清咗形勢，高帝係一條廢柴，袁崇煥又俾人架空，呢個時候唔進攻真係會俾天收。於是佢哋出兵13萬進攻寧遠，係13萬啊！呢13萬人由佢哋嘅軍事天才努爾哈赤指揮。嗱，喺呢度咧要介紹一下努爾哈赤呢個人，佢可以話係滿清人嘅國父嚟嘅，史家稱佢為清太祖。係佢將散修修嘅女真族統一起上嚟，建立滿清，侵略明朝咧就係佢提出嘅。對於袁崇煥嚟講，呢次真係好大鑊。佢手頭嘅兵係得1萬嘅啫，係滿清人嘅1/13，即係話一個要打人13個，根本就冇乜勝算。但係依袁崇煥嘅性格，係冇得打都要打，1萬人一齊嗌聲屌喇媽，聲勢都極之浩大噶。大家頂硬上，熱血沸騰。呢場仗係一場浴血苦戰，結果由袁家軍打贏咗。咁袁崇煥打得贏，除咗係佢個人嘅精神力量感召之外呢，佢仲有2大法寶。第一個當然就係嗰面高10尺、厚3丈嘅城牆啦。滿清人要越過呢道城牆係好困難嘅。第二個就係西洋大炮，所以話打仗呢，即係打錢。明朝嘅財政呢，後來好有問題，但係佢哋趁有錢嘅時候呢，就買咗11磚大炮翻嚟。袁家軍呢，將呢11磚大炮喺城樓上邊輪流發炮。
啲清兵未衝到埋嚟咧，就已經俾炸彈咧炸到飛起，連努爾哈赤咧都中咗流彈，主帥受傷咧就打唔到落去，唯有撤退。喺呢度有個小插曲，第二日袁崇煥派咗個人帶埋禮物去探努爾哈赤，仲寫咗一封信，佢專稱努爾哈赤做先生。封信係咁寫嘅：先生，你係蓋世英雄，我袁崇煥只係一個新兵，能夠打得贏全靠好運。先生素來所向無敵，今日輸喺袁崇煥手上，可以話係天意。努爾哈赤呢就派人回禮，送咗遼東嘅特產長白山人參同埋10幾匹寶馬俾袁崇煥。佢亦寫咗一封信：袁先生具備超卓嘅軍事才能，我好佩服。我努爾哈赤打遍天下無敵手，就係輸喺先生手上，你足以自豪。不過我唔會放過同你較量嘅機會，我哋戰場見。對於呢個小插曲有唔同嘅解讀嘅，有啲人話袁崇煥串努爾哈赤，有啲人又話識英雄重英雄。我相信係後者。袁崇煥係一個豪邁嘅人嚟㗎，唔可能咁小家。我願意相信佢同努爾哈赤係識英雄重英雄。嗱，呢種情懷呢，其實都好人性嘅。據講當年蔣介石喺台灣過身，毛澤東收到消息覺得好惆悵，佢仲燒咗一炷香向住台灣嘅方向拜祭。所謂識英雄重英雄就係呢啲。只可惜努爾哈赤嘅傷勢咧，竟然好唔返，冇幾耐佢就死咗。我哋再睇唔到呢兩個英雄嘅大戰。努爾哈赤過咗身，形勢又有新變化。下一集我會講到袁崇煥同努爾哈赤嘅承繼人皇太極嘅大戰。袁崇煥又如何同崇禎皇帝反目成仇而走上絕路呢？下一集會講。感謝收聽收睇，下集見。